终于我也遇到这一天了。艺人黄子佼相处18年的爱狗于上周离世，他难过的在脸书写下长文：我人生第一个亲人儿子，在上周五早上离开我了。当天助理赶来带他火化，抱歉我今天才公开此事。黄子佼的爱犬元气年纪老迈，加上之前曾出现脑出血的状况，这几年他投入相当多心力，即使忙碌，他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照顾，不仅在家装远端连线，随时注意狗狗动静，甚至怕元气冷着，家里暖气24小时开着，连私人旅游的行程也抓不超过4天，因为实在不放心爱犬。但令人难过的是，元气在15日于黄子佼的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。黄子佼说瞬间丧志到无底深渊，但还是忍住情绪完成工作，直到19日才公开消息，并在脸书整理一本元气相簿。黄子佼也写下上千字洋葱文，表示18年来，身边的朋友情人来来去去，但只有元气一直陪伴在侧。黄子佼也说49天后我会带你归土，让你撒到土地回到自然，无论未来你的决定是啥，我和妈妈都会永远想你，谢谢你元气宝贝，再见。